再来看屏东县甲台南市最近这5档对卫生影像发现土地有变化的通报数量是全国的头2名。环保团体就批评讲，主要是供电场的开发拢无限制，搁未少业者乌白蛋粪扫，农地搁气温的过度开发有影响所以要求县市政府应该得爱严办。 经过卫生翕土地看前后期的差别，土地公坡色水有明显的变化。这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利用卫生翕地面变化，只要有翕到变异，就会通报地方政府。 土地变异的里面，其实有很多它只申请一点点，但是它却超量的下去填，不管是渔湾或者山区，农地，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土地变异，土地被铲平开发，然后作为工业区、作为都市计划，这其实都是对整体环境气候来讲，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环保团体强调讲，国土管理署卫生变异点的监测对2019年累计的通报案件，屏东、台南排全国第1、第2名，分别是9675件、甲8737件，尤其集中伫咧2021年、甲2022年。台南伫这2档的通报量嘛超过2600件，拄好是台南供电场设上济的时阵，济农地气温变做供电场，佮加上废弃物乌白道的情形真严重，地区变异点大增加。 改变了我们的水文资料，很多都是在农地渔温，像这个是粮食生产的地方，像这些粮食生产的地方一旦被毁掉之后，就回不去了。 台南市地政局表示，因为联合稽查，今年通报量已经降到1620件，比去年减了4成。而且卫生检测是按照色水、公布来判定，洗田或是改种作物，拢可能因为色水无共，互判断做变异点。掠供电场做咧起的时，会互判定是变异点，不过因为是核准设置，嘛算做合法。 这5年间通报的8700多件我们的办结率已经达到7500件，这在6都里面不论是通报量或者是办结量都是最多的那借由这样的一个联合稽查的一个机制在112年明显可以看到成效，目前违规的通报量已经大幅下降了1000多件地政局强调讲，真侪地主无了解遐是误会法规，地属违规来受罚。违规案件以农地违法建筑上济，第2是乌白坡阿门图，第3是囤废弃物甲废土，会加强宣导土地的使用观念。记者台南报道。